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活得自在行，我係 Agnes。今日想介紹一個穴位按摩俾大家，叫做合谷穴。大家又知唔知佢喺邊個位置呢？等我講俾大家聽啦。首先，我哋將拇指同埋食指合埋，喺兩隻手指之間嘅虎口位置，肌肉脹起最高點就係合谷穴啦。咁合谷穴嘅作用係咩呢？佢可以疏風解表，可以緩解感冒初起啦、頭痛、鼻塞、喉嚨痛等症狀㗎。第二，能夠行氣活血，可以促進頭頸同埋面部嘅氣血流通，有助於改善面色嘅蠟黃、浮腫、氣血不順等症狀。第三，能夠調和全身氣機，穩定情緒，可以調整氣血運行，緩解焦慮同埋壓力。對於失眠、情緒繃緊、煩躁嘅情況都有好好放鬆嘅作用。呢個合谷穴嘅按摩，我哋建議每次按壓30秒至到1分鐘，而每日可以按壓3至5次。希望呢個穴位按摩可以幫助到大家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活女仔頻道。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